哎呦，赶快来，不要停太久。来，很好啊，是吧？现在没办法说话。10号爬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往6号过去。6号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观音亭。我们开始慢慢的跑，所以也没有办法说话了。10号爬了最晚最终点之后，就来到了这里。这里是观音亭的后山的部分啊。我们结束了10号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往那个风洞石走。没什么急事，你就找到了，就是会在这里等我。好，我们要往风洞石去了，找吗？希望找。sono un po' sudato. 哎，一点都不漂亮。OK， 风景还不错，人不漂亮。每次什么意思？每次你流汗了吧？每次爬到这里的时候，都是辛苦的要命。这里是我们平常大坑爬山，对，我们的最高点就是这里，再来我们就是会再往下走，所以这里这个我们爬了40分钟，对不对？全部我们走完，全部走完，这里，对，这里差不多40分钟，40分钟、45分钟。看，是比较厉害的，比较厉。你已经变比较慢。那因为我在拍呢，我想要，对啊，所以我们，然后这里也有个小菜园，你觉得，早，这个风洞石，然后这里有很多人在，不是很多人，有一些摊贩在卖东西，对啊。早，老板早。好，来这里，因为常常来，所以这些，我喜欢这个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。禁止丢弃家庭垃圾。在意大利看不到这种的这个标志了。是台湾跟日本都喜欢做这种可爱的标志，所以可以让人家不会觉得那么讨厌。这里啊，一般也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，很多人来这边，很多山台中看不到，空气污染蛮严重。inquinamento。所以因为我们常常来爬山，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知道台中的空气状况怎么样，真难过。好啦，现在我们往观音石过去了。
我晕了，会死了。你干嘛跑了那么远？结果这颗就是风洞石了，有没有？他有看到这个，用这个钢条把它固定住，也怕它会掉下去嘛。然后这里就是台中，这么喜欢吊单杠，每次找到一个地方就要吊单杠。OK。人生处处可以运动啊，到处都可以做运动。在台湾是，台湾的好处是每个公园、每个地方、公共的地方都有那个运动的设备。对啊，所以可以花时间做运动。尤其是老人哦，他们有可能他们不要去健身房哦，所以他们可以去公园做运动，又不用花钱，然后练习身体。对啊，而且风景也还不错，风景也很好，也可以跟朋友聊聊天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，你看到处都有人，可以找到朋友约时间在这里聊聊天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小朋友的，金会小朋友。这个不是大人玩的，但是大人也可以玩，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一点都不好玩的感觉。这里是最好玩的。我做这个。哦。这一段你真的有那个滑的感觉，其他的地方 OK， 小朋友可以玩，大人慢慢的。而且这个也喜欢的人，这个你说吧，我不敢。舞狮、跳跳桩，还有毛毛虫的洞洞环，那个是毛毛虫的洞洞环，然后这个就是让你练习跳舞龙舞狮的。OK， 我不要玩，走吧，要走7号的。登山步，7号的登山步道其实是轻松的，因为它是一路下去。我们爬山多久了？我们爬山爬了7、8年都有了吧？有。2001，我觉得应该是2013还是20。我那时候带小朋友，那时候在教英文，带小朋友来爬山呢。然后那时候开始认识大坑了。1个礼拜至少都会爬山1次、2次。这样子。以前更多呢。因为还可以牵手，很难得可以牵手的，因为通常都不会牵手。可以一起走啊。对呀，跟我说一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要注意的。如果你不要怕太远了，太累的话，太累，这个是 shortcut，捷径。对，捷径，但是有点难走。这个叫做
这个叫做平和步道。对，不太好。大家可以会去那个庙，观音亭。所以从这个平和步道，可以接到那个观音亭。可是这里啊，因为啊，这里它有一个标志性哦，因为这个并不是市政府开的一个登山步道，这是一般的，因为有农民在这里种树啊，种那个什么，不是种树，是种竹子，所以这是一般的农民开辟出来的道路，所以如果不想走那么远爬不了的时候，可以走这个平和步道 ，shortcut 回去观音亭。好了，7号快要结束了。啊，我喷那个有喷。你哪一国人？我是台湾人。不是来本籍的，你不要照我了。我是从意大利来的。意大利啊？对。帅呢。你也是啊，长得那么高。你有多高？183。你比我高呢。好，那2个帅哥拍，哎 ，OK，差不多了，高一点点，Massimo高一点点。不是，这个不好看，但是很好吃。好，谢谢。这么好。真的啊，你不要放冰箱哦。好，放外面。这个在大坑的路上啊，其实都会有放这些竹扫把，所以呀，其实这个就是来这边爬山的山友啊，自己就会把地扫一扫，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还蛮干净的，就是平常都有一些山友他们会自愿的来扫一扫。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蛮好的，自动自发，然后不需要强迫，可是举手之劳而已，我觉得蛮好的。Massimo笑一下吧。Bravo。是啊，公共的地方，是大家的地方。我们要帮助一下，照顾一下我们的公共的地方。OK。时间好了。好，走吧，不要忘记你的香蕉。出发。你看到了这个竹子的桥，竹子的这个围墙，7号就差不多下坡就快要结束，所以。Massimo， 你走这个7号啊，我们走完这里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没有 ，No， 7号，我说这是7号。7号有。对，7号走完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的不得了。啊，有但是吗？但是等一下我们要爬上去6号，那个很辛苦，因为现在我们在下去，所以很轻松，对，休息的感觉。对，然后突然，要上去，真的那个是很辛苦。尤其因为我们从10号爬到10号爬上来呢，10号爬上来爬到那个，然后接6号到那个风洞，已经是累了呢。40分钟。对，所以然后没有这个20分钟休息下去，
然后哇，上班。休息快要结束的时候啊，心情又慢慢的沉重起来。在这个地方里面呢，如果一直在下去的样子，的情况意思就是等一下一定要上去。没有错。真的现在一直下去，早晚我们要上去。对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你现在越开心，你等一下开销结束啊，现在简单的，不难。对可以笑，然后，OK。从这里摆啊。现在我又没有办法说话了啊，一路爬上去。加油嘛，西蒙！我觉得蛮漂亮的，这个6号，有点辛苦，可是我觉得慢慢走就不会觉得很想死，所以现在我们慢慢走。不要再说话了。爬山其实是一个孤独的旅程哦，因为一路上都只有你自己在跟自己奋战。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呢，1分钟就到观音亭了。可是如果你想要消耗你的能量，你还可以选择旁边的这一条。OK， 这是最后的爬坡，走完了我们的6号。这是 extra 的旅行，extra 的爬坡，可以走可以不走。好了，这个 extra 的步道也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前面这个有水桶，这个就是观音亭了。因为我跟马西蒙都分开走呢，所以他常常要等我，所以他自己就会找一些等待的地点，然后一边做运动，一边等我。找。结束了 ，OK， 终于结束了。好了，你今天爬得开心吗？爬得开心。啊，今天我不太热，没有太阳的时候，不会流汗那么严重，我一直流汗。马西蒙，你是偷那个吗？对。然后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上去，一路上去会辛苦的上去，这里是10号，再爬一次吗？可以。然后这个平平的这里走上去，这里就是9号，所以如果你要来爬9号、10号的话，就是要通从这里走上来，然后右边是10号，前面是9之1，左边是9号。
好了，今天的大坑爬山成功。